师傅，看看，来。哦。有人讲死亡是人类清理态的发明，因为有死亡，降低生命存在的价值。生命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，不过人总是用喜乐、欢笑来迎接生命，用物质来哀伤送给亲人。风景有风没有雨，感恩地俩的土红，小看跌落把戏，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。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，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悲伤。假使爱上伊，爱会点点看天堂。假使你相爱，手都爱梦都发伤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，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，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。你一定要现在为难我就是了。没有，只是觉得不方便。不方便？你不要以为你跟我混熟了，我跟你爸的感情好，你就得寸进尺。没啦，没嘛该？礼仪师有挑剔客人的权利吗？我教你教了这么久，学到哪里去了？你现在跟我说不方便，哪里不方便？为什么不方便？老大，你冷静。太长。怎么会突然跑过来？我怕我后悔，所以赶紧带 mini 来。要说我都不给你们父女俩见面的机会，到时候你有到处去说什么女人变心了，翻脸不认人只认钱，很倒霉欸。你是 mini 对不对？我是麦笑哥哥。你来看爸爸，爸爸好厉害，都升经理了，对不对？好棒棒。经理早，经理夫人早。经理哦。
你上次不是说是处长吗？这个我们江经理啊，没有别的缺点，就是有时候太谦虚了。我明天来接他，我们明天晚上的飞机哦。你去找爸爸。弟弟，我很乖。小青蛙，我帮你洗脖子。小青蛙，帮你洗手手。帮你洗肚子。经理，你今天要不要放假？陪你女儿啊？但是我今天很忙哎，我在想说，等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之后再放假，可以吗？经理，你是经理耶，怎么会问我们？不是啊，麦香，我跟你讲，明明你突然从 Skype 里面跑出来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现在需要时间好好冷静一下，所以麦香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。我你莫少啊，根本你唔是去啦，忙嘛个事情，老天讲你个东西，讲你好就好嘞。哦，经理，先去忙啦。我做嘛？迄老太婆讲过的，还有阿姨啊。你即摆现代人哦，生活较无用啊，一寡传统礼俗丧礼啊，有愈来愈简单化。无用，你无用8摆，迄拢借口啦。安那讲我这个小妹仔就好啦。细汉逐工斗阵，迄就莫讲啊。到这20年来，我是看到你几届。过年的时阵，转来后头厝食一下饭，大无2工，手啊一个就要选啊啦。讲台北也有代志，无用，是咧话无用，敢有我才无用。啊，这2个囡仔我看到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搁看到已经安尼啊，啊，即马已经遮大汉啦。喂，春啊，啊你是咧？无用，咱是无咧看药啦。无你去孝男衫、孝女衫、甘头仔声，迄你是做好啊未？阿伯啦，就无时间，无看大家无用甲安尼。哎呦，我甲小美喏厝咧食物件，哎呦，无用要变贵啊，无时间用迄啦。唉，现代人拢安尼啦，食好做轻可惯势啊。迄个废弃交工的工课吼，拢做袂来啦。啊，像我细汉的时阵吼，我咧看到阮咧厝边的阿姨啊啦吼，阿婶啦、阿姆啦，伫咧做迄孝男衫、孝女衫啦，绑个草裤啦。迄毋则真正，或者人情味，迄看咧真正会流目屎的。有影？这无要紧啊，孝服的部分哦，阮公司会处理啦。加一个哦。对。啊，无咱拜托一个啦。应该。好好。哎呀是。好啦，一部分哦，我已经接受啦。啊是讲哦，迄生福的仪式，我是一定要办哦。这无问题。阿姑，幸福是啥？生福哦，简单讲就是讲吼，这个孝福做好的时阵，师傅呢会禀告天地众神明，讲咱要举行这个生福的仪式，咱这个做事事都要规个，哦，啊长辈会将这个孝福交予咱，简单讲就是安尼啦。你们两个长得好像哦，真的很像。阿姑，你看有像无？春天的一头发，一头发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你们两个长得好像哦，真的很像。阿姑，你看有像无？哎呦，这片有够像的。妈，是不是也是你生的？看有影？哦，别讲嘞，是咧。卫生姐，卫生姐，哎，多谢你的服务啦。哦，啊未请互你贵姓大名？这是我们元福另外一位理事。我姓田，哦叫我居居就好。哦，田鸡。
我现在安排那个校服的事情。好。先来啦。好。你现在知道我来医院了，会吗？我哋做唔得咯，一天到晚胖哥來到也咁做得。你叫他来这么改？書面指託，總言指示啊，我喺度攞件 N 號啊，撞得人家杜4號嘅 baby。我都几岁的人了，我要不要孩子，我自己会做决定。要你们管，莫名其妙。秋香，你还产检哦？我签名啊。干你屁事啊！你不要这样嘛，我们好好谈一谈，我都愿意负责任的。我不想看到你，我不要跟你谈。你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为了肚子的小孩，我都听你的，好，我都听你的。回公司。秋香，秋香。填积极秀记，鸟燕不开买管啊！到底想安怎啊？这嘛唔老按老实讲，老爱讲来争到的天数。高神诶，迄个我见我去食过，唔免人家落妹。迄个这个时间，天涯免条件离开。忙是老爱讲个歹势，费个势力，20年了，就无打过天花本爱。忙是种来看过爱，爱没？就算爱去到夹条面条钱，夹条也唔是爱。原来爱嘅亲戚。另外安坤，含黑天防风，有条有面嘅你，我年底有哪俩3年，我同阿大老家相片。不用都来做红20年，忙是迄很个天际以上阿妹，也本来知道去搞都不好，俺总唔得唔做了好。总唔得免处处本家属口，跟俺学到田居居种做的啦。人家又唔是啊，系充满个，而迄种人家嘛个好爱说。歹势，唔是阿敏啊，也冇事哦。啊，迄做事。若要老师做好，唔会分两条件少。
冇嘢哦，應該這個嚟。給他們叫下這。你別叫啊！哎，你在公司把任務丟給我，現在回來又丟給歸一跟電視，你幹嘛這麼怕你女兒？你跟大魚小魚都可以做朋友，為什麼跟自己女兒就做不得？還在那邊裝什麼捨不得？Mini，爹地可不可以跟他們一起出去啊？快回來！你在画什么？我在畫意大利麵。肚子餓了嗎？歸依阿姨剛剛做的不好吃啊。可是爹地不會做意大利麵的，那不然做蛋炒飯，蛋炒飯給你吃好了。好。哦。好，你喜歡吃蛋炒飯哦。好，馬上，啊，小心，好，馬上去做給你吃。好，小心哦。你別住了，煩意。好了，我還是較慢點啦，好了。监控票，加速。嘿啦，酒落的啦。羅曉賢，你娘的咯？有啦，先個人家係冇，係迄圖唔嘢不卡不你媽的。媽，媽你幹嘛啊？我根本你動聽，我家聽，我等你出動翻你。嗱，找個 IP， 四個。羅曉賢，我愛兩眼就將不醉眼，你見你不愛。曉賢，先個來請啦，先個。四個，幹嘛死去嗎？爹地是不是做的很難吃啊？沒有關係啦，你不用吃完沒有關係。媽媽說要吃完。媽媽還是那麼兇啊？沒有，媽媽常常哭。為什麼？媽媽說一個人帶小孩很辛苦。你不會覺得一個人帶小孩很辛苦嗎？爹地只是不知道怎麼做一個好爸爸，怕你會不喜歡爹地。喜歡 Mini 嗎？Mini 是爹地
这辈子最重要的宝贝。那就是好弟弟呀。开张。哦，来，哇，不要。叫伊下也冇關係啦，係騙好冇？没什么好害怕，没什么好眷恋，所以就面對他，處理他，接受他，放下他。放下。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.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请下跪。他真愛。對，多謝啦，後邊有問題。小兵啊，怎麼來？應該係昨天人嘅做好。喝這麼多酒宿醉，頭會不會痛啊？你到底想說什麼？啊，老曉嘅，你很鳥啦。總把人家嘅好意，你總係留佢上啫。哪個意思啊？唐詩。你下外地乜嘅事情呢？故說我會盡量我本地了種創合，請迄無希望影響到人嘅心情，也無希望揀到有嘅目標。來啦，來啦！我老太婆講過咧，要其他嘅話呢有無限，這邊我哋處理就好啦。你知道我去暗湧池睇鐵，唔敵絲絲。唔是太鐵，也唔過人嘅心情會行較死哦。我介意嘅動向樣嘅，冇數到影響嘅樣嘅，還要叫自己甜唧唧，何必呢？你唔想賺，你做唔得老事情同朋友不看你分享。
不是，你太吵太闹，我所有嘅情绪综合变出来，冇听错，不靠我过条嘅，好冇？什么样嘅好事？我都在处理自己嘅心情。我知道啊，你暗叫啊，是要再去请两个心理医师咨询他。做唔到，唔正经劳动唔係生意。你唔係生意，係你嘅朋友。個朋友聽說，你會驚什麼？你要做得去請兩個阿妹講下話，我聽錯事情唔影響人用。你好先妹，你幫上忙，當然值得陪你對好。先轉公司，好嗎？轉公司，拜託。谢谢你，让咪咪陪了我一整天。没什么啦，我刚好也可以休假一天。想想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做的。这些年，你辛苦了。咪咪，走了，跟弟弟说再见。弟弟，我会一直爱你哦，不可以忘记咪咪。我们会每天 Skype 啊，怎么可能会忘记？拜拜。还是我送你们去机场吧。不用了啦，去上班吧。你一个专员一整天这样子请假，不太好吧？你为什么会知道？打电话问一下就知道啦，我又不是笨蛋。这是这些年你给我的钱，留着吧。如果你愿意一开始就从基层做起，不要一直骗我，也许我们就不会离婚。哎，Mini，我们走了，走了。不要。快点啦！不要。我们来不及了哦，不行哦，要走了，来走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妈。这个钱是给你的，你拿去用，拿去用。米莉，你要乖哦。当官，当官要记得听妈妈的话，知不知道？啊，弟弟爱你哦，啊，米莉，米莉，米莉，弟弟爱你，弟弟爱你哦，啊，米莉，米莉，米莉，弟弟会加油。弟弟爱你，盖章，弟弟会加油。
跳舞。谁过来？哪呀？加速清啊。哦。你看呢，夜下防跳饼哦，用会变到暗规喏。你家哦要算眼云呢。你还记得咯？你细个时节啊，你用是当枪3个算眼云，懂无？唔过唔像爱睡家，我都唔知爱有偷家几多钱。结果去存迄2家哦，我即家是摕。等较太潮诶，就变到2个算眼云，是都当冲当欢喜哦，我就无好说嘞。你即家讲啊，也怎么诶，迄毋迄亲难讨，规日就念顶来哦，劲叫劲叫，哎，通当硬叫哦，我就上爱叫哦，硬妈通当爱叫，其实只有去喝酒，毋要伫啊。我卡迄开张伊晒，你问个人搭3人都伫个叫，我无法度诶，我真嘅无法度诶。为咗伊3人做去台北，亲某我毋是通都唔叫诶。我老爷爸结婚时节，2、3人跳好啥嘅。冲死人嘞！你无考虑汉摆个人的安样会过，佮他们准备好迄种人嘅老公，也要他们准备好迄种人嘅阿妹。阿爸前几日很讲到，伊讲迄独栋。很爱老人费事的，其他生意相对你。你阿爸呢？你真系安尼讲？你阿爸呢？来啊，你头发没清好色。你真惊态哦，你讲呢？其实年纪嘅事，大半眼转来，都会经过牙不卡，想看你有才吗？你寒霜好运哦，你是年老的，那看讲你500，小好300，贵重100，太后100。
敢老记得讲，还有米亚三毛的，歹势哦。冇骗你啊！你这个同事哦，阿生的运动好呢，你懂这不赢错吗？对不起，我本来没有要你来的，可是他们要我签一大堆单子，他们问我好多问题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说这个，没事的，没有关系，我不忙啊，冷静点，妈妈没事，你妈妈没事。刚刚医生说了，她会眨眼睛嘞，而且她听声音是会有反应的，好不好？没事的。他说要来接我，我叫他不要来。他如果来的话，他就不会被车子撞。好了，瑞雅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不要想那么多，跟你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不要胡思乱想嘛，好不好？不要。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你不要讨厌我好不好？你没有讨厌我，你给我看，什么时候弄的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伤害自己？为什么？我怕我忍不住去找你。我想你的时候，我划一刀，我就可以不出门，不打电话给你。对不起。小恩。春天的一条花，开了四行茶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小恩，要进来吃早餐吗？我煮的咖啡很好喝哦。不用了，谢谢。盛bình，小恩找你哦。晚一来，坐一下嘛。没事啦。我昨暗晡上我老人讲，按自细，老我妈妈讲，我过清闲。歹势啦，
高超诶，俺先走了。志明，你要 omelette 还是 bandit？哎，这个准备啊，俺师傅给等啊。哎，看来呀。哦，那。胖哥，老太婆求婚那头，那天暑假有掉那年。来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婚姻啊，就是爱情的坟墓，更是人世间最难修炼的道场。你要不要直接说地狱比较快？那不一样，在地狱里面只有煎熬，可是在道场里面有欢笑，还有泪水，这个很深奥的，你们现在还不懂。那太讲句，要都能来哦，惊啊，做乜都要搞。什么事情都要我出面解决？请问一下，我请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啊？都回家啊！为什么黄金座摆在这里？家属定的，刚送到。在这边办告别式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？有没有另外计费？收我多少钱？秋香，我愿意照顾你跟肚子里面的小孩一辈子。我愿意在神圣的婚约中与你共同生活，无论是刮风下雨、健康生病、富裕或贫穷、顺利或失利，我都愿意爱你、安慰你、尊敬你、保护你。我愿意在你一生中对你永远忠心不变。秋香，请你嫁给我吧。你搞定了没啊？好了没？我不愿意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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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！不要咬我啦！我不愿意嫁给他不行，干嘛一直咬我啊？有地震，找掩护！小心点！唔怕。阿哥啊，夹啊，你牙心肝青呀，心好怪。就这样，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我不适合结婚，没有男人可以忍受我。我愿意忍受。我不会当妈妈，我不会带小孩，我不会煮饭。我喜欢小孩，不会煮饭没关系，我去学，以后我来煮饭烧菜。我脾气很坏。我知道你脾气很坏，但我脾气好，以后我都不会顶撞你的。你说什么我都愿意。大家。阿哥，只要你不离开，只要你努力，孩子一定感受得到。胖哥，加油！抓住了幸福就不准放手。
我不敢，我不敢结婚，我不会当妈妈，我不敢。让你打到你愿意，打到你有勇气。小象，只要我们肯努力，相信我，我会比以前更努力100倍、10000倍、100万倍，来维持我们的家庭的。小象。人是食鸡、贴鸡，三毛表示是永久顺势鸡。有爱人的力条，裝作地老人的雙腳之後，本人好好繼續向前行。老哥，需要。阿哥啊！就叫你们每个人要做健康检查，没有人要理我，非得身体烂了被人家退婚。干嘛呢？我看不到了。你讲啊！您稍等一下，我明白您着急，请您稍等一下。我只剩下这张照片。我是对你的边仔认出你的，罗大德的查某囝，你即摆出现伫阮兜做啥？分财产啊！